个机器人吧，别人指令哪就去哪儿。现在的话懂了一点，自己不想干的话就跟他们吵，反抗。一开始有点害怕，因为骂怕了呗。我这几年吧，没必要看别人的脸，这活开心就行了。你考虑别人的话，就你自己不开心。昨晚是凌晨4点才到，快5点了，然后就6点多起来弄妆化那些，又要巡街。现在参加赛马节还有那种新鲜感吗？这能多了。习惯了这种状态，习惯了这种的生活。晚上的时间是你自己的，但是白天的时间不属于你自己的。白天的时间大部分都是拍摄或者见别人呀什么的。对。满意。这。别人看着你很光鲜亮丽，啊，你每天就穿不一样的衣服，你吃的都是哇很好看，但是你背后的那些别人看不见，然后就会说，比如说我回家，我跟家里人啊、老家的那些人说，最近比较累啊，怎么样，他们会说，累啥呀？你天天在那吃不愁穿不愁，你要累啥呀？怎么样？我觉得，哦，完了，没法交流了。最累的一个阶段就是一开始吧，啥也不懂，然后就天天的就听着别人安排就跟着跑。停车，看这边。他们都叫你田野男孩。我觉得不太合适这个田野这个。很多人就会想丁真是一个纯真的，丁真笑容好看，但是我也在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就变老，就是笑容和纯真这种词来形容的话就有点怪，看他们自己的眼光吧。谢谢。我已经快4个月，想回去看一下这里修的有多好，这样一看就2个世界了。我看下车。아, 이건 가지. 너 일단. 여기 뭐. 지금 한이 왔다 전에. 꼬마다 저기. 야, 뭐 보실래? 가지.
那看这个样子不是？看这个样子不是？你看现在，这个个，啊，写的，像写的个。怎么了？小七哦。这几个都看得见。这边日视野特别好，从这儿往下看就是你家。对啊。好像不太愿意盖这个民宿。对。和爸妈聊过这个事儿吗？没有，我会让你读，因为我觉得没必要跟父母啊吵。那你有想过希望他们怎么做吗？有过，比如说有什么困难啊，都会跟父母说，然后父母也会帮你解决啊，那种。我现在这个工作的话，就有什么困难，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挺难的。那你怎么办呢？你这种情绪？用自己的方式去缓解自己的压力，比如说突然这种特别生气啊，完了之后就有时候会后悔吧。突然一下就感觉自己很陌生一样。大家民宿的来是这样的一个定金的那个干啊呀的，的那个另外那些那把用的那个还蛮过些。因为你的来的把都如果我们进来怎么搞？这等到的真用的真的了。恐怕是就他的个加工马上那么热了，加工面那么热，现在等到真的了，恐怕的来是早几天了的，那用过几日，干了几日，那从一么从一东西什么就我们个木里了的，这都等着的，不离个来中间那我给我们人呢，先把一头搞in，实际把我给把别些都出来，我给是把这都到那个。家里人呢，就刚刚进了汽车，先把手里去好呢，从把去拍多了，第三那里。咱们关系。大概把什么事样没的吧？真的吗？打算两个呢？打算说你。是不一，俺年了。俺哪歳のね。哪歳こじるのかた。kainのかどうせちんで。あ、そうどうせちんで。あれ。どうせちんで。だ、啊是，这热。其实我们共同话题的话就也没有那么多吧，我也不会跟他们说一些这不开心不愉快啊那种，我也不会说。其实很多事情父母都是不了解的，比如说网上有很多人骂你，是吗？有人给我打电话骂我，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幸运啊？你这一直说。为什么不挂呢？还让他说呢？不让他说。他说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那你现在满意了吗？然后就挂了。出名了之后就有些人觉得就他为什么？他凭啥？对。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最想哭的一次是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我有一次头剧痛，打点滴的时候拍了一个照，我想发给父母，知道吗？然后就那个工作人员马上过来把那个删了，我感觉是一个讨饭，知道吗？从那开始我觉得必须要
自己强大。15명 들어다보고 가디 희망이 15명 15명 가디라 희망이 답변은 텐제임으로 쳐라고 자토는 어머야도 조리를 니니 사서 하더그 아니올라 진짜 두인저는 단가치리 많이 두인은 나나시 그루마 첸네티 자키 칠오고르 구리긴 메히리 칠 메히 엔테티네 티티자오고르 부드 다니까 텐제 인제도 아체도라 히마다 단지도 쳐다 따라와치다 가ring wain 따라와치지 야가 가ring wa인은 히마다 단이 따라와치 히마냐냐도 담아 좋으니 따라와치在那看了一会儿日落，爸爸在那摘野花，我觉得他们也会年轻人一样喜欢花呀那些，就尊重他们的想法。现在年纪都很大，然后就希望就是开心的就过一生呗。大部分藏区的父母都会一样吧。不会去说我爱你啊，我爱你儿子，我爱你女儿，怎么样，不会去那样表达去说，但是也会默默的就会支持你，内心大家都是互相爱着的。孤独的一棵树。哪里有？在上面了。对。我觉得他跑不过你。你这样的话。我觉得表哥嘛，比之前懂事了，但是也比之前没有那么调皮，就变成爸爸妈妈一样，感觉已经长大了。我还是很期待明天的坐飞机。你第一次坐飞机什么感觉？下飞机的时候耳朵有点痛。我有个耳机戴上，耳机可以戴吗？我那有个耳机给你的。可以啊。借给你。这个可以啊。不是给你。到时候我忘记还给你了，拿上来了怎么办？没事吧？那没事，赔一个就行。8岁的时候，姑姑没有孩子，然后就我爷爷和爸爸让我去姑姑家当女儿。我13才上小学，我之前1个星期过后要考试了，当时的我和我朋友都在很努力，他们在挖虫草的地方给我打电话说：“你不要上学了。”那句话也会让我很崩溃。然后当时的我就对那一天对那个学习真的没有那种感觉了。我哥哥说你上啊，你上，一直都在说。过了几天，我就给他打电话，我求他帮助。他说，不让上学，那你去学技术吧。后来我就说，我想，学个厨师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就免得以后自己不用去挖松茸，也不用去挖虫草那些。他给我的帮助特别大，然后我的生活费都是他给的。现在我觉得有哥哥撑腰就可以，我也可以坚强起来。
我们藏区的话，就大部分女性的地位就比较低的那种，话语权没有那么大的。现在很多人就会说男女平等，但是我觉得男女平不平等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自己的人生自己掌控，然后就自己有一个事做，就自己有一个专业的领域是最好的。夏季冲冲干么，秀在阿拉亚当，他那叫那门中，来通过那来用，抓着我，抓着我！哇哦，到了，到陈雅丁。欢迎你！飞起来了，哇！想把爸爸妈妈都带到成都那边去住，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学习有什么用？以前这个村里最高的房就是这个房，现在的话就满地都是，一个比一个高。其实吧，以前也没有这些民宿啊，这些都没有，但现在的话就变化很大。我在想，如果村子变化大的话，我也要变化，这样的话我跟上他们脚步。村子都变化这么大，我为什么不可以变呢？有感觉到陌生吗？有一点吧。就是你家乡这些变化全都是因为你。别都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大家运气好吧。我觉得有很多人都会说，丁真你是四川的骄傲啊，然后理塘的骄傲，然后就藏族的骄傲，怎么样？觉得压力很大。很多人还羡慕。那我也羡慕很多人啊。其实彼此羡慕吧。我不是没啥的错的。那平常是干的啥？平常的并不是。这听不到。亲戚大声不跟着航车的里的前面的我可不的，在那么就得去什么歌声，啊，那秋里他的我他的啥的能到他的那边，所以那么上去了去了，那么就算刚个的是，得去上班的有歌上的。开车就是感觉比较自由吧，因为有点类似于把自己的生命掌控在自己的手上一样。
哎，成都的东西吃得惯吗？我那边也是四川嘛，就是大部分都是一样，很多都是辣的。以前我们就会听到很多就是排斥呀，然后也会说我身上有味道，很多人都会有偏见。但我觉得，凭啥呢？为啥呢？都是人呀，为啥要把所有人都困在一个这样的笼子里呢？不管什么民族都有自己的那个，在那个里面的坏人，也有好人，不是所有人都是坏人。有时候觉得哇，这真的没啥意思，也会想我还坚不坚持，然后就后面就看到了这些之后就会，我觉得我还是要坚持。你可以去心甘情愿的去做好多事，但是我不喜欢听别人说哦，你必须要这样做，必须要那样干。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道德绑架吧。假如让你重新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话，你希望自己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吧，比如说私下的话就也会有情绪，也会有反骨的一面吧。我出生在草原，但是我不一定要生活在草原。我可以喜欢草原，我可以爱护草原，但是我的成长的过程，我要去见识很多东西，我要去看好多，也要学很多。以前的话，就别人怎么说我就会怎么拍，现在的话我会想，我自己想不想拍的那种是不是我想要的，先寻找一下自己，然后去做更多的事。遇见最幸福的事，闪亮在每个平凡日子，小小的祝福，暖暖的句子，都汇成一首诗。